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这个教育部的朗读稿，115年度的。听咧讲，年底有这个全国语文竞主是这个休落来时间，听咧讲各县市、各学校拢伫咧找选手，所以我唔知你有去参加无，我唔知，所以。会使来帮参考啦，这个朗读稿的部分，因为这个啥，真侪人伫咧努力拍拼，所以我来大家连接一下，等一下。目前有庄仔文博士，伊有去教遮个学生组的朗读稿，拢甲伊调是变调法，就是讲，一般变调、轻声变调、压前变调，还是无变调，反正伊有去甲伊做画顺画线就对了。总是。每一个钟头，每一腔口有可能有家己的变调法，这当然强调就是以你的腔口为主嘛。不过爱知影，爱认捌清楚的是，读唔对，甲无共的变调法还是无共款的。听度无好，听度真歹，程度很差，甲风音差，迄是无共款的。有的人，食无三杯硬菜，想要上西天，读无几篇台语文的文章，就要用中文、中语，淡仔咧讲台语文应该安怎就安怎。迄种我大概听3句，我就无想要搁听落去啊。当然，伊若诚心诚意想要来三捌讲，迄到底是啥物精彩 ？OK， 伊若诚心诚意，咱当然就是好咧好咧来甲分享嘛。若无讲实在，我就甲当做啥物伫咧迄落去。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安怎如何？我咧确实有打迄个啥教典过去有收录的遐个字词，今年4月22日款，敢若是第6批，所以现主是应该是1650个块，我袂记得，因遐字词拢爱有人讨论过啦，所以有一寡人对教育部的遮个提出的建议有真侪意见 ，OK 啦，有意见毋是袂使。毋是袂使有诶啦，台湾一个民主社会，总是总统就会使叫出来骂对吧？其他哪有啥物袂使讲，只是讲来了后，你敢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诶想法 ？OK 啦，无要紧啦。然后就搭迄个庄仔文博士有做迄个啥，标示迄个读音诶就对，所以你用会使往参考。然后我嘛教一寡学台语的方法，当然包括庄仔文博士因迄个做台语做伙耍，因有家己一个网站，然后因嘛有伫 Vocus 写文章分享，毋知是江温泉伤高还是安怎最近即几个日啦，较受影伫咧所以顶悬看到，相对来讲较少年的吼，以我角度来讲，嘛较少年。有真正足想要学台语文尔哩，即个物件就敢若你会去学日语、学英语，应该共款意思吧？因为伫台湾即个岛屿，台语即个语言便你毋学，因为目前40-50岁以上的大概拢有双语能力啦。当然到目前为止，真不幸的是，凡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无甲台语当作语言，这是过去无正常的环境之下缔造的。不过相对来讲，尤其是本世纪出世的这囡仔，对我来讲是囡仔，尤其是本世纪出世的这囡仔，就较对这语言有一个相对较正常的认捌。当然过去70年台语无现代化，欠缺真侪物件，这个是有兴趣的咱，或者是有想要甲台语这个语言学到手的咱，应该使共同努力的所在啦。
所以的我就讲嘛，就我的角度来讲是，都喊内拄好，时间内拄好。台北时间暗时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那9点进前咧，随我的，我就继续来读这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籽》。哦，啊，这个有呐，你就罔听罔听。啊，这个 Claire， 我唔知你有兴趣，你有文本无？我就讲，唔免真熬才开始，爱情开始才会变老。OK， 好，啊，这个 Hot Cat， 我唔知影啊读了感想咧。大家朋友有兴趣吼，我确认顶个应该会使看到文本吧？至少你去迄个115年全国语文竞赛台湾台语朗读的文章啊，国小组无啦，迄即马应该我认答无介好。已经专案文博士已经拢甲伊处理过啊，所以原则上是学生组的迄个啥，文章拢有啊，所以会使先看卖啊。在过去几多年前，捌有朋友想讲，我会讲台语啊，头脑有啥问题咧？一听看，啊了喂，迄会晓读、会晓听，甲会晓会晓讲、会晓听，甲会晓读，迄是个不了大的精差咧。所以，你会使看卖啊，迄个文本，你有材料读了无？免歹势，袂紧。后就一个钟的时间，我就继续来读这个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读要完了呢，开花结籽。这个小说听讲是30万字啦，吼51章，敢若总共59章吧，600几页。好，读过卖读完。好，咱继续读。第51章，春夫寄钱。五姑寄钱互阿宝，阿金若问爱姓无？梦童跳江炸水果，无张无弛探腰婆。口洗姓颜想要逃，放互姓鸡玲珑阁。笑伊爱钱做苦劳，若甲甘愿去死好。昨我去看半句路仔的车，村夫哪买饭，哪个甲因牵手梦童讲，若要小看会看一，爱15万呢，安尼敢好？梦童举滴，讲个喙下斗骹的两包，踢入去喙孔，头起用银的，下海哪步哪应讲，看甲恁遮的查甫人，敢若会晓推软啊，有够无路用。明仔载我会去领互你。讲要买的人是你，颠倒我是做杂车仔工，替你去看伊。你嘛莫安尼糟蹋人，糟蹋人。梦童目睭瞪大泪讲啦，等你足久都毋捌摕钱转来，毋是推软啊，无是啥？我是生理做较崩败，毋则互你饲10桶鱼。搁再讲，翁仔某本钱就是爱斗相近的，互我偏一个，敢会减一块肉去咧？梦童掠趁车目，讲因翁，换伫线手开落来讲啊。明仔载你提钱去车行，顺线甲车牵转来。买车爱传证件去监理所过命，嘛是跳工才办的好势啊。上紧后日，才有才调牵车。春夫有聊啊，顿底才搁讲。讲到牵车，我骹头真无爽快，行路就强要用拖的，无讲是塞车，死狗嘛是爱你家己去牵。好啦，梦童伫喙里闹真细声，真正是做久无买，做落无觉的查甫人。莫学袂累啦。村夫随应讲，我是运道较歹尔，毋是无路用呢。认真来讲，以前的村夫是一个真有气概的查甫囝，敢若靠说因老爸老母甲伊生做缘投落脚尔，嘛毋是有偌大的才情甲本领。为细汉，逐不时有人伫边仔，甲伊好衰，扑踏，较加嘛嚣摆甲掠袂牢。因两翁仔遮拢是读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出业的，村夫伫因系内成绩中啊，毋过飘撇将才，无人读甲伊比。若骨头，若
裤头搁倒倒去的梦洞，讲较歹听咧，就是一着坐，袂前袂就去闪着村夫的顶八卦，像黏体安尼对伫尻川后，足足有4当遐久，搁拄当村夫激一个心仔气，箍头甲要死，袂爱甲人相少问，袂爱甲人相少喙，干那要等人甲报啰嗦塞奶，竟然有看袂做这个代志。村夫恢复神激起来，随要含人野边担相拄，碰到这梦童就紧逃出来烧盐地边，甲村夫安搭甲烽火烧去。这真正是讲到因这个过去代啊。好啦，时间到，转来读咱的朗读稿，做一个记号者。因为朗读稿咱要读的是迄个啥，小学做的，小学的我是感觉可能较简单淡薄，毋过坦白讲，对小学生来讲，嘛是挺硬斗的，因为迄汉字，台语和中语的汉字大概差不多300字、600字，也就是你的中文、你的中文中语到现主时，若总讲20-30岁，你无需要搁加学什么华语汉字，大部分的文章你也拢有在条读啊嘛。毋捌的是迄个知识你毋捌，我讲中文中语。啊，若台语的部分，台语有台语的语词语法嘛，啊，总是就是有一寡字是，敢若台语有咧用，中语无咧用的，啊，你着爱另外学。有人是讲差不多300字、600字，这是以大人来讲。啊，若囡仔搁当咧学中文，爱搁捌台语的汉字，真正，我着讲应该是用罗马字来学。反正有一寡人对英语无路，规去放弃。啊，若当然放弃英语，等于敢若嘛是甲台语罗马字做伙放弃掺落去，安尼这是无讲介理想的安尼啦。好，反正咱就来读即个吴娜甲 Carol， 啊，大家朋友你若有兴趣吼，野手就叫你起来做伙来读安尼，应该是会使看到文本。咱要来读即个第4篇，阮兜的汤生丸。这篇我看几段，1、2、3、4、5段，好啦，上尾一段敢若等于2段尔吼，转过安尼，可能是毋是？我读头前2段，然后有若读下边的迄段，啊，Carol 这规个甲读个完，最后迄段嘛才2段尔嘛吼。过来，咱就来读115年度朗读稿国小组的第4篇。阮兜的汤生丸，作者吴素仪。前一阵仔我定定感觉心肝头郁郁，规个人无男无女，对逐项代志拢无兴头。阿母看我安尼，提议讲：咱来饲一只动物伴，好无？我目睭随紧起来，因为我想要饲一只猫啊，已经想足久的啊。我甲阿兄随伫网络面顶敲找领养猫的代志，用领养代替用买。嘛算是做好代，无2天的时间，就找到甲阮有缘的阿奇。伊是一只3个外加的猫公，有感仔色的花草，看到有像一只细只虎。阿爸甲阿母讲希望伊会当消透我心内的忧愁，就甲号做去忧。阿兄叫伊来福，望伊来阮兜了后，福气对咧来。我叫阿奇，因为伊当来厝里的时，一直四界看，当物件拢足有兴趣。遮看一个，遐偏一个，一困头有3个名，毋知伊敢会听甲花洒洒。好啦，阮来话你。搬来新的环境，阿奇真细致，行路拢踮骹行。困的时阵，嘛若新妇仔共款，就伫壁角要困。阿母买一张困得真好势的棉床，要互伊困。伊煞毋敢困伫迄边顶。过2工仔了后，环境甲人拢较熟啊。伊就那野马咧，四界撞来撞
去，啥物都毋惊，一直向前冲。想要困，就倒伫碰椅，规组碰椅拢是伊个。想要耍，就来甲你问一下，啥你甲伊耍？逐工阿母煮饭的时，伊嘛会坐伫灶骹陪阿母，也无就是徛伫冰箱头前毋走。袂输要叫人甲冰箱内底好食物摕出来，互伊食共款。阮若是坐伫碰椅顶，伊嘛会跳起来温伫阮身躯边。阿爸讲，寒人伊一定哪项努力，摸着真爽快。好，感谢。Sunny 嘛来，Sunny 连要只读了吼。拄只迄个倒手边迄个第三桌应该是黑啦。伊煞毋敢困伫迄面顶。迄甲迄个真差是啥？迄应该是一个迄 HE 吼，应该是算指示代名词。啊，若迄应该是代名词。迄后壁一定会有，通常会接下吧。迄个人嘛，也是迄粒，就是伊会接一个算量词哟，对无？迄座桥、迄间厝、迄个人啥嘛，所以若要读迄，一般拢是接量词。啊，伊即个只后壁是面顶嘛，所以就是读迄动作是算指示代名词哟。应该是指示代名词吧，就是固定迄搭嘛，还是固定某一个嘛。伊即摆就是讲要买好势面床互困，伊煞毋敢困，所以就毋敢困伫迄面顶啊。我是安尼读你网参考。好 ，Carol 啊你甲读完，3年了咪才读。是动物看进前，阮规家伙仔都分工分好啊。我负责甲阿弟清洗尿，实在有够臭的。逐摆我咧穿猫仔屎，拢会想到细汉的时，阿母甲我垃屎垃尿，是毋是就是安尼？人讲双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时。我即摆体会到啊，逐工看伊咧耍佚佗物仔，就若亲像咧变高人共款，看着足心实，看着足心实。阮若是心情无解快活，伊嘛会来身躯边烂来烂去，头徛徛掠你金金上，我甲你扭一，哪像咧讲，毋通艰苦啊，我伫遮陪你。以早阿嬷拢讲我是糖酸圆，即摆好，感谢。拄只迄个是头起起啦。头起起，即个词，即个讲法，敢若捌印象中，敢若啥物歌词捌出现过。上久，迄首歌可能对来讲，几啊歌我想袂起来，总是是迄个啥物排骨队迄哦，我袂记得啦。我袂记是歌词内底，某一首歌的歌词内底有头起起即个词，还是啥物排骨队迄个囡仔咧唱迄种算。有足侪拢会叫头起起，啥物星星头起起。差不多伊，嘿，迄就是一个不离啊想法看法。有时阵咱叫。歹势，拄只3年后壁，差不多10秒的时间，敢若有去互物件炸起，迄个麦克的声音就敢若无讲介清楚啊。可能上面就是讲在过去，我咧有我咧猜想啦，吼，就是咱拢听到迄8字，吼，身体牙皂性囝不好嘛，吼，啊，其后壁佫有三个
可能我咧摇，我咧猜想就是讲，虽讲拢互做性命，但毋过可能就是安怎讲？尤其顶世纪诶，感觉讲是毋是爱有一个斩杀？迄个斩杀就是讲，当然迄个斩杀可能是针对无共诶迄个啥对象，或者是去分别出来，就讲动物该有伊动物诶，就讲袂使滴到成滴野走啦，滴袂使先狗甲领感就会使，理论上照即个理路就是袂使嘛，就讲动物爱有家己动物诶迄个啥作为也是地位，所以咱拢听到成滴野走，成囝不好，然后后壁佫有成某吵闹，成翁半暝爬起来哭，成查某囝就歹入人诶家教。当然，即个讲法是敢若讲是要维持社会和谐啦。当然，即个背后有人随骗着，有迄种叫做啥儒家迄种毒素伫内底。当然有当阵安怎讲，空气在咱隔个啦。你要认定到什么程度，就在个人嘛。来讲动物即条代志，最近公司台语内敢若嘛有一部做赤鸟拉面吼，就是讲鸟啊煮的拉面安尼。我要毋知是，我印象中是敢若英国已经有允准动物挺好有人的迄种寄生权，就是讲有一寡人伊100岁年老嘛。不管有是谁无是谁，伊就是甲伊的动物伴，互伊一寡算讲钱财的权利嘛。日本敢嘛有我毋知影，因为迄个动画迄个 animation 就是用鸟去做主角嘛。竟然嘛话语嘛会通，所以迄敢是未来的世界，这我毋知影。总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尤其进到21世纪啊，咱可能就会甲所有的生命尽量用较平等的角度去看，这应该是嘛会使正做一种进步的讲法啦，还是讲进步的现象嘛？就敢若韩国总算讲听伊讲应该是有啦，就讲韩国总算要伫咧2027年，也就是明年禁止食狗肉。台湾敢若是到顶世纪嘛，当时还佫咧食狗肉，所以有当初即种或者两辈一个来源，就是你到底是毋是透过政府的管理管制去提供的，或者是竟然就甲你伸手会使杀掉遐就摕来罚、摕来损，这我毋知影。所以这篇文章汤生原来是咧讲因兜的猫啊呢。好，毋知咱大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篇吼，做成110年度一篇内国小组的老头哥，阮兜的老大，有我迄篇的影。有，伊迄老大敢嘛是咧讲动物判嘛，我印象中。只是迄篇是讲狗啊，这篇是讲猫嘛。过来就是有选入去国中所的课本，有一个出版社伊嘛有一篇文章是咧讲狗，伊就讲白仔囝。当然迄个白仔囝当然是模拟的嘛。即摆足侪就是讲，伫台湾就是已经差不多拢甲即个猫含狗当做讲厝内人嘛，所以在过去上古早是讲做精生，然后变动物，然后进步到变宠物，对无？含你陪伴的嘛，宠物，然后即摆就啥动物伴，过来就是有人讲，无啊，我甲当作袂像咱厝里的人啊，我讲话伊嘛听有啊，我咧甲叫伊嘛活来啊，所以这等于是迄个啥，叫做动物生命的进展嘛。你看安尼拄则讲的遐几种名称啊，当然到现拄是有人原来嘛是甲当作精生啦，这也真歹去要求啊，是安那法律也无遐尼强烈的规定啊嘛。迄个这篇文章就是迄个啥，讲即个猫啊，即个代志安尼。我是毋知咱台顶朋友人敢有饲猫饲狗即种的
毋知咱台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只狗啊，不过伊有年5月一定离开啊。哦吼，年岁到啊，因为一般鸟含，老啦，12岁啊尔。啊，毋过12年其实有当初啊，甲迄只动物伊的迄个先天的基因，吼啊尾啊环境，啊甚至看你用啥物角度来讲嘛，你若讲用，咁样用，有人爱用啥物佛教道教，讲有缘无缘，缘分偌久偌长嘛，啊这性命坦白讲，莫讲性命，物件用久嘛是会歹嘛，啊所以一个性命伊有伊的任务还是啥，就讲看你用啥物角度去看嘛。我印象中鸟含狗平均我所看到就是13至15吧。当然有人真正真好饲，我有听过讲啥物饲到20个。啊有当阵啊，咱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伊遮尔年老的时阵，其实迄身体机能啊，伊的行动就是会不便嘛，就敢咱人共款嘛。你若讲勇行，七八十个、8到10个拢无要紧嘛。啊，毋过你若开始无遐方便啊，甚至开始有一寡身体机能上的迄个啥，无拄好，甚至开始有过油啊。啊，第即种状况，你讲人可能佫会使去要求，或者是讲落地有钱，有够钱就去处理 ，OK 无问题。不过动物伊也袂讲话啊，凡事就是目睭真哀怨，真无搭话咧，甲你看。啊，咱若毋知的时阵，嘛无法度处理。啊，就准讲知，可比讲伊有啥物，因为鸟含狗敢若拢会一寡较素常听着看着一寡疾病嘛，啊，就对伊的迄个肉身有一寡无好的啥感受嘛，伊嘛淡仔艰苦坐过啊。当然，现主时的咱大概就是袂遐尼简单，竟然就要甲伊安乐死嘛，因为大部分人拢毋甘嘛。要毋讲换一个角度来讲是，咱敢袂毋甘讲伊大汉咧拖磨啊？莫讲动物，连人嘛共款嘛。啊，当然迄个拖磨即条代志是，有当阵啊，诚歹去一刀两断讲落去，讲哦，即条线遮就绝对安怎，迄条线遐就绝对安怎。所以我会记得台湾的算正卫福部嘛，就讲互做迄个做啥物，啥物安宁还是啥物，就讲趁你有才调家己注意的时阵，你先拼好讲未来要安怎。当签的即个人，伊到啥物程度，佮讲已经毋知人，还是确定无法度恢复少年时。吼，伊讲实在，你讲7、80岁啊，你搁要安怎家喙？你讲亲像因讲，逐项拢去甲换新的哦。台湾目前即条代志，我感觉无遐尼紧啊。当然，用想象的是会使做会到嘛，对无？落地也有够，像逐项拢嘛听我换新的嘛，逐项拢嘛听我换新的嘛。啊，毋过换一个角度来讲是，若准讲你毋是真正足有想要做啥物代志，还未做完，所以爱延续即个生命。若准讲毋是安尼，安尼是毋是有当初啊？半开玩笑讲，还是讲哦，迄活到7、80岁就好啊，毋好阁伤济啊，伤济吼哦，迄加拖活加辛苦诶，哦，迄个前几年啊，毋是有迄个投资还是啥物诚爱讲诶吼，毋是啥物钱开完啊，阁身体勇行行无才调死啊，啊若无就是啥物。已经强要无命无才调开啊，结果银行内底阁一大堆钱安尼吼，所以就是会晓暗算，会晓暗算的真差。啊，所以转来即个文章就是伊咧讲因兜的汤生丸安尼。好。试完比较看。好，我知试完看，阮读的是第4篇啦吼。啊，后首应该有人会使来看要读念无？3年拄则嘛还未读。有若嘛啊读一段尔，所以若准讲我看。
嗯，啊，有啦，你读2段了后 ，Carol 你读下边的迄段，啊，Sunny 才读，安尼好无？啊，志愿后起来，志愿看有要读无是安怎？好来，有啦，你读2段。第4篇，阮兜的汤酸丸有数记。前一阵仔，我定定感觉心肝头郁郁，规个人无懒无内，对逐项代志拢无兴头。阿母看我安尼，才动不看，好无？我目睭随紧起来，想足久的啊。我甲阿兄随伫网络面顶敲找领养猫仔的消息，用领养代替用买的，嘛算是做好代。无2工的时间，就找到甲阮有缘的阿琪。伊是一只3个月的猫公，有柑仔色的花草，看到有生一只细只虎。阿爸甲阿母讲，希望伊会当消透我心内的忧愁，就甲号做去忧。阿兄叫伊来福，盼望伊来阮兜了后，福气对得来。我叫伊阿琪，因为伊当来厝里的事，一直四界看，逐项物件拢足有兴趣。遮看一个，遐偏一个，一捆头有3个名，毋知伊敢会听甲花洒洒。好，感谢。Carol 你。当来新的环境，阿琪真细致，行路拢踮骹行。放的时阵，嘛若新妇仔共款，丢伫壁角咧困。阿母每一间看到正好势的眠床要互伊困，伊煞毋敢困伫，伊煞毋敢放伫迄面顶。过2工好了后，环境甲人拢较熟啊，伊就若野马咧，四界撞来撞去，啥物都毋惊，一直向前冲，想要困就倒伫碰椅。规座碰椅拢是伊的，想要耍就来甲伊弄者。啥物甲伊耍？逐工阿母煮饭的时，伊嘛会坐伫灶骹陪阿母，也无就是徛伫冰箱头前毋走，袂输要叫人甲冰箱内底好食物摕出来，互伊食共款。伊若是坐伫碰椅顶，伊嘛会跳起来稳伫阮身躯边。阿爸讲，寒人伊一定拿火炉咧，摸着真爽快。好，你甲伊解字数啊，而且台语袂讲火炉，迄火炉是阿嬷咧讲的，迄是烘炉啦。你有听过火炉的笑话无？迄个500迄首歌，迄首歌名做啥我袂记得。伊就无写烘炉咧，写对华语的去。就讲台语袂讲迄个，台语是若要讲是即个词啊，只是不了济拢去用华语牵去啊。这是咱来个解扣等安尼。来，Sunny 你，Sunny 敢若要听？你志愿，志愿你有对着无？阮读第4篇。有吼，你读完好无？后壁联动啊。要饲动物搬真济，阮规个遐啊，就分工分好啊。我的负责甲阿明枪驶着，实在有够臭的。逐摆我咧枪猫仔驶，拢会想着细汉年的事。阿母甲我熟悉人，是毋是就是安尼？人讲双手无害人，却知爸母事。我即马体会着啊。若讲看伊咧耍佚佗物啊，就那亲像咧比刀人共款。看着足心情。阮若是心情有解过换，伊嘛会来身边暖来
来带去，头起掠你去地上，甲你这是写头去甲你金药，甲你咬一下，应该是咬吧，伊迄就是总声词啊。甲你咬一下，那像你讲毋通艰苦啊，我直接回你。以前阿爸拢讲我是汤生丸，即马阿去请做是阮兜的汤生丸啊，丸啊。汤生丸啊，汤生丸啊。汤生丸。好，毋知台顶的朋友啥物想法看法无？伊鸟迄个是有两个时阵会出现的声音，一个是当然讲鸟嘛吼，咧甲鸟安尼，啊，一个是咧甲囡仔，算中文讲啥？捉迷藏哦，还是躲猫猫？反正是，啊，当然这个时阵是迄个猫咪嘛，是差不多有这种状态嘛。伊嘛真放肆上，头起咧甲你看你。最近我是有看到人伫咧做咧分享，敢若有人算讲研究吧，就讲猫一直缀前缀后，啊，伊迄缀前缀后其实有迄个伊个动物行为的迄个啥科学根据就对啊，所以对人类来讲，当然就这篇文章讲的嘛，伊是个动物伴嘛，啊，动物伴对人来讲就是有种啥。社会功能效，啊，只是咱是毋是爱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识？我是安尼认定啦，相对正确就是鸟和狗，毕竟目前有两个咱来去考虑，就是在法律上伊无人的地位嘛，伊就是物件啦。讲实在的，即对来讲嘛，对精生动物、宠物啊，动物伴。啊，有人甲当做厝内人安尼，抑毋过真歹势，在法律上伊就是物件，所以只要毋是有人饲的、无互登记的，坦白讲，就是看官方这边是毋是紧帮伊找着有人要甲伊带转去饲，啊若无，袂使有离野外出现啦，因为离野外出现，伊嘛要活落去无毋对，抑毋过伊活落去。想要活落去，这个过程有可能去算断着本地的动物嘛？可要讲的，中部是毋是拉里？啊，目前数量较侪是毋是苗栗也是南投一寡石虎嘛？这两种算台湾本地的动物吧，就会受到鸟和狗的算断啊。因为前年啊，几年前我袂记得，反正这几年啊，农业部也已经甲鸟和狗定义做外来种的啊，外来种是啥物意思？就是无主人的伫野外，你政府机关就是爱好好甲处理啊，伊是外来种的啊。啊，毋过，我目前无看到台湾的统计数字，讲伫野外到底偌济鸟偌济狗，应该是袂少啦。因为一寡较荒郊野外，遐鸟和狗。因去用放杀，去用弹条，去用安怎是为着要活落去，伊嘛身躯结冻嘛，啊去到到地了，伊就是有一个数量伫遐，啊就会对在地动物产生损害嘛，酸断啊，甚至因为我袂记啥物团体啊，因有做一寡算调查研究嘛，就是讲遐鸟和狗。因毋是巴肚枵无通食，才要去咬遐个石虎、拉里，甚至姜仔遐个动物嘛。因是因为做耍爱耍去杀害遐个动物的，所以伫即个部分，伫即条代志，人类确实应该诚做上帝去决定遐个乌白算断其他的动物的鸟和狗，甚至准讲无算断着。就是爱甲杀起来、掠起来啊！伫日本，因有熊会对居民产生一寡无好的影响嘛。因为真算热天啊，春天的时阵，日本有足侪熊会造窜。因为即马人的迄个啥活动范围，还佫起的厝哪来哪看，就和熊有一寡冲突。台湾其实目前是还无实体实际冲突啦，啊毋过。伫日本有嘛？啊，伫日本就是，若准讲无去伤着人，
伊就甲掠起来了，就野放去别位。啊，毋过伊若去伤着人，伊就是互伊安乐死啊。伫日本是安尼啊，所以台湾目前，野生动物对人类的算长，可比讲目前我所知就是猴嘛，因为猴，目前台湾应该甲一种猴嘛，对无？啊，迄个高山啊，已经按受保护的动物变成是一般的动物啦嘛。就是讲，伊毋是保育动物，抑毋过伊嘛是一般的动物。你嘛袂使对一般的动物有一寡无好的行为，可能乌白甲拍，还是乌白甲掠嘛。你若乌白甲攻，吼，你也去用杀掉，嘛是罚钱的啊。所以即个部分是咱爱个有较，我认为是相对正确的人物甲做法安尼。当然做法咱是一般人是无知调啦，啊，毋过人物是咱一般人会使。好，三年有啥物想法？看后要甲大家分享。我想要请教吼，请讲。就是，我毋知影咱遮敢有人有饲狗啊，或者是猫啊，我常常看到就是，要阿嬷或者是搁较晏的时阵啊，伫咧阮即附近的人行道内或者是公园，有人会牵狗啊，伊就是溜一条线啊，有的人牵一只两只安尼，就哪散步互狗啊，哪放屎了安尼。嘿，通常放屎就是有迄款的意识，伊清起来，塑胶袋啊，甲伊清清咧安尼。毋过放尿咧，就安尼放了就走安尼。我看，我捌伫外口有看过有人，就是我是伫咧倒位中部的时阵，我有看过有人伫公园，伊迄狗仔放尿了啊，伊手摕一罐迄矿泉水，对嘿，保特瓶榨一罐，啊，甲伊算讲枪互散开就对啊啦。是，我想讲，就是互狗仔会当安尼放尿放屎，安尼敢是合理的？若是讲是动物在看，或者是着囝儿是说安尼咧陪伴安尼咧养饲的时阵，是毋是嘛是爱互因知影讲安怎甲教讲会当，就是莫影响环境，还是影响别人，亲像即款的。理论上，人就袂使凊彩黑白放屎放尿嘛，对无？第一，环境部的一个废弃物清理法的第27条，敢若是吧？我足久无看，我毋知影。内底就一个啊，迄是可能自日本时代开始有的规定，就是你袂使黑白放屎放尿啊。你黑白放屎放，因一直到当就是因遐的一寡人有够习惯够歹的，就是黑白配痰配烂，无就放屎放尿嘛，对无？找无便所，是安就杀咧，就尤其查甫的啦，开来去食的嘛。若总讲人袂使，为什么动物会使？所以理论上，带猫啊、狗啊出去，尤其狗啊啦，猫大概较袂互你安尼带出去、牵出去较袂啦。而且猫惊袂走，拢会用迄箱啊，是人啊甲缀咧嘛。若狗就互伊走，互伊行。伊就敢若目前就是敢若用枪的方式，甲透互抱去冤哉嘛。所以理论上，安尼应该嘛是袂使接着，只是目前就是敢若在过去完全拢记载狗去黑白放屎了，后尾就开始讲，你袂使互伊迄屎黑白放，爱甲捡起。毋过即个部分敢若无讲到了。当然有的人伊真够教甲真好，就是因的猫仔狗拢伫厝里放好势，甚至我即两日有看到讲，迄猫仔讲，因为因伤久袂记节啦，蛇伫厝里，结果迄只猫真正够厉害，搁去甲因兜囤好迄个什物猫砂吼，因为原底遐可能已经无迄个吸收的功能，还是安怎？伊怎搁去偷一包，蛇底甲迄包互伊偷，互迄只猫偷开猫砂，淡仔咧放屎了，迄转来之后就哇！差点规个涂甲迄只猫仔摆，讲你甲用甲遮好势安尼无？有诶猫含狗是你人若无伫咧吼，就规厝紧二加加，会互加去哦，撩破，弄甲规世界安尼。所以理论上，拄则有那所讲，我感觉伫外口应该是无应该爱安尼，只是目前
咱敢若无遐尼严格去讲，伊拢不准伫外口搞我安尼算长。目前就敢若迄个啥，针对屎的部分有要求，啊嘛诚侪公园会囥迄个说啥物迄，会使底狗仔屎的塑胶袋啊，互你囥伫遐呢。啊，我嘛看到不了侪人是拢有即个意识啊，伊就是传咧炸咧，伊放伊出去就是互伊踮外口放嘛，无伫厝内底教，伊嘛无一定好好教。目前所在凡是无甲1%无甲5%，鸟含狗是伫厝里放屎着，啊出去是纯粹要运动、活动、散步安尼。啊，毋过就是至少主人有意识，着塑胶袋啊炸咧，啊一罐水炸咧，上面帮伊强调吼，啊甚至是毋是若要啉的时阵嘛，互啉啊呢？啊，所以即个部分我的理解是，理论上应该嘛是袂使，只是无听到有官方讲针对狗仔伫外口黑袂放着，甲处罚的，目前敢若无听到，无看到。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咱是毋是来读后一篇？后一篇第5篇，半半咧。伊这篇有6段啦吼，啊可能我先读第1段，有哪第2段 ，Carol 第3段，这段不了大段，好啦吼，你著较辛苦来读过安尼，志愿读，尾啊第3段，啊3年你若我都读，你著读个完，啊若无着安尼好，我先读第1段，啊咱照这个顺序来读落去安尼。115年度朗读国小组的第5篇，半半咧，蔡兴辉，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互我知影这位台湾台语歌后李竹新，伊的半半咧这个歌，互我想到囡仔时代的记忆，若是跋倒啊，就甲伊当做佚佗，即句歌词，就亲像迄年阿舅甲我讲的话。每一当休大，阿母拢会带我转去苗栗通宵的外妈遐住，互我甲表小弟、表小妹做伙佚佗。有遐尼济囡仔伴，逐工都足新鲜。随望转去庄脚真欢喜，不过逐摆要甲因出门的时，我单单会当伫后壁咧祝伊。自细汉我就真罕慢，阮即阵囡仔独独我一个袂晓骑铁马，所以定定对袂着阵。阿舅看我安尼，感觉真有感，真心要教我骑铁马。好，感谢。你讲透早，阿舅牵一台铁马，带我来到巷仔口，跳一条足宽足长的点仔家路。正开始，我足惊吓，阿舅伫我后壁，叫我免惊，看看行，啊勇敢甲落落去。我大声喊：阿舅，你一定要甲我滑咧哦！我紧张甲规身躯大条汗、细条汗。跳无偌久，我回头一个看，阿舅咧，看到阿舅已经放手，害我错一条水屁伫涂骹。阿舅远远徛伫遐看我，哪笑哪对我比点头不讲，佮甲我讲，滑倒的时阵毋通随徛起来，先看涂骹有旋石通捡无。阿舅真爱甲我讲声笑，竟然毋是先关心某要紧无，就安尼一摆搁一摆滑倒，一摆搁一摆定失。我总算会晓骑铁马啊！若会当和表小弟、表小妹同齐骑去海水浴场耍水，搁会使骑去虎头山有树荫的所在休凉、觅小吹。骑铁马遮的画面，就正做阮细汉的时阵，和囡仔伴斗阵的新时代。好，感谢。好，志愿话你，迄叫你嘛来讲听。人生的路，亲像咧学骑铁马，设使遇到无顺时的代志，嘛是真事上，亲像细汉的时阵同款。
半半的物件，可能拢是假，换做家己买，啊，久加快，啊，不只是骑车，嘛是做人的道理。好，感谢啊。三年你即摆大汉啊，我已经会晓骑铁马四界溜溜踅踅咧。我真介意哪骑哪唱歌，自由搁自在。想起囡仔时代的往事，实在真趣味，有灵感咧，敢有对着？我囡仔你甲读了无紧？好，搁一段，半半咧，无写代。这条歌我要送予天顶的阿舅，希望你嘛听会到。阿舅，你甲我的一点一拄，甲人生的智慧，是我永远少年的记忆。一点一度，我是会读一点一度，一点一度，我是读一点一度。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台湾这篇半半有啦，最近这个毋知影安怎拢透过拢互人改做台湾台语啊。啊，我想讲以后若迄个有人搁伫伊下骹留话讲，这台语毋是恁的专利啦，安怎，我就讲无，阮是台湾台语，甲台语无地在，安尼看会使家己的水读落无？我会感觉一直淡仔咧讲。啊，客语敢毋是台语，原住民敢毋是台语，迄种人我会感觉读较底使啊。因为台语是300-400年以来自然形成的一个共同语嘛。啊，日本时代嘛讲做台湾话嘛。就假如说，再搁看到一届，就是1915年日本人做迄个语言使用习惯的调查，就讲啊嘛，迄个时阵有85%的人是使用台湾话嘛。啊，对日本人来讲，伊是分啊足清楚的嘛，有台湾话。有客家话，啊有原住民的话嘛，啊客语甲原住民语，要踮咧争讲伊嘛是台语这条代志，我感觉迄是超工的啊，迄是读较底使的啊，所以未来终其尾台语就是台语嘛，佮踮咧读两个字，我就感觉迄是莫名其妙的嘛，啊，若要生气的人，我是感觉气互死上好啦，好啦，袂使气互死就无通迄种啦，爱气互半死好死安尼，吼，气一个半死好死。带咧安尼，无淡仔咧讲东讲西，因为淡仔咧讲用中国话淡仔咧讲，啊客语敢就是台语，啊敢问的时阵，你敢会晓讲客语嘛讲袂晓啊，所以真早会听到一个人咧分享讲，竟然有迄个讲客语的人伫咧讲，用当然上中国话讲啦，讲吼迄客语无去，因为客家文化原在啦，我讲迄个人读敢嘛是底使啊，所以。即种去哦，中国话写到规个拢已经毋正灵性啊！我感觉，我即摆开始会感觉替因感觉悲哀啦，会感觉替因悲哀啦。歹势讲对遐去，请讲嘿。就是之前啊，阮嘛是 Clubhouse 啊，嘛是讲爱讲台语安尼，啊有客人来，啊其实吼，伊当然伊直用中文讲你安怎百款，其实阮有一个足够的人哦，假使嘛伫咱群组，啊。伊拢用客话哦，伊就开始用客话拄好，啊，迄个客人无感动呢，伊嘛一直咧骂，共款咧骂，伊嘛无讲，你在讲客话呢，真赞，无呢，对客话开始无感情的，人就安尼一直甲伊讲客话，伊拢无用的，拢无。所以到底要讲客话，袂晓讲客话，我是毋知。迄个就是一寡挑工摕来做迄个啥，因中文讲啊，拖一个出来做剑拔。就是挑工拖一个出，我实在是无想要讨论遐个啦吼，迄其实讲过我济嘛无效啦。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敢有人袂晓骑脚踏车啊？或者是你敢知你过去学脚踏车的方式，甲即马即个小朋友相款，因若骨咧后壁甲伊抱啊咧送，有人会使分享骑脚踏车，还是学骑脚踏车的代志？有哦，我是听我甲你讲啦吼。清明的时阵吧，拄着有迄算外国人，啊伊袂晓骑，啊伫港边啊，淡薄咧学，就是照即种方式。目前为止，咱大部分的人
要安怎教囡仔学骑踏车，还是要安怎互囡仔学骑脚踏车，就是甲伊抱、甲伊扶嘛。毋过实际上，即种方法是无效诶啦。嘛，要讲无效，毋是讲无效，就讲真开时间，佫真迄种啦。我就讲啊，3个动作30分钟就学会晓啦。就是伊家己骑，头前5分钟，你就是家己用双脚淡仔吐，吐叮当了，你就双脚离地嘛，离涂骹，互两轮呢安尼伫，因为你离涂骹吐了，伊脚踏车向进前嘛，就爱自动行去嘛，因为你吐嘛吼。当然你上重要是爱学晓打档啊，就迄脚踏车敢若手动啊嘛吼，爱晓动吼，甚至佫来指定功课画一条线，底下讲你敢停伫遮呢，就是练你迄个动啊。第二个动作就是去第一个突出的所在，用溜的溜落来，因为你要免用骹吐啊嘛。你溜来了，第溜的是你嘛共阮爱学动啊。第一个家己吐，而且是按迄个突出的所在溜落来，迄过程是要学迄个你的平衡的能力，因为即种平衡的能力你无学过，其实头前至少3分钟、5分钟，你一定会袂好势。甚至跋倒，当然，阮细汉时阵嘛是，嘛摔几摆才会晓啦。吼，我讲的这是人喺国外已经有研究的，吼，用什么用什么脚踏车圣经晓。伊迄是伊一开始是讲先爱甲脚踏板拆落，安尼较好吐。溜的时阵，脚踏板嘛免倒。过来，若安尼学会晓了后。才甲脚踏板倒起哩，开始吐的时阵才用立的。我就讲我清明时拄有教着2个外国人，一个迄是来咱遮读册囡仔啦，就是敢读民团了，特别市迄个，反正读大学的就对啊，私立的。一个就较紧，真正就是超过30分钟就会晓。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因为因骑 U bike 嘛，所以可能。迄个囡仔可能较细粒子，所以较无法度，可能佫甲迄天伊穿插的衫裤，就是无讲介好势，所以学较久嘛。所以原则上我就讲嘛，3个动作30分钟，理论上就会晓。当然你到足熟手的，甚至讲袂安尼摇摇摆摆，咁要敢若要跋倒迄种状况是，你爱去多练习，较都会晓的。所以在过去。拢是用即种较无遐安怎讲适当的方式，就是大人爱伫后壁扭吐。你敢有看迄大人用牵咧，真正你用咧牵哦，可能爱牵咧几多点钟，甚至学咧几多工才学会晓。若学会晓了，我就讲迄个啥，最近看到日本的迄个动画晓，什么男连枪女子高中。脚踏车社，真是袂晓嘛，袂学会晓了，是毋是才满世界去安尼？迄个台湾迄出电影嘛，安尼几年，可能10几年吧，连续吸晓。迄个有一个是伊迄个名啥？东明相嘛，吼，伊敢若是因为耳仔无方便的款，就是听无介有爱着骑脚踏车嘛，就讲按迄出电影以后，伊讲。当然，即马可能无法做啊啦。迄出电影以后啊，每一年有10万人伫咧骑脚踏车环岛，每一年。当然真可能较无法做啊。也就是讲，台湾即个岛数无讲介大，你骑脚踏车，1000公里左右啊。你一天若骑的时阵，可能是差不多50至100公里以内吧。我毋知各位朋友敢捌试过啦。我是遐毋捌骑脚踏车环岛，我敢若骑。都歹管的，所以因为骑车、赛车，甚至行路，迄是完全无共款的风景嘛。所以伊即个骑车的方式就是，伊学会晓了，就挺好去啊。当然，即个作者伊只是当做伫咧笑脸因啊句安尼啦。伊讲半半咧，跋倒半半咧嘛。过来就是半半咧，即个半字，共款即字伊有2个读音嘛。2个读音意思也无共嘛，对无？伊即个半半咧是讲你跋倒，尤其若穿长裤，还是讲裙你去
捌着涂沙粉啊，你爱家己安尼掰半半咧，甲迄个涂沙粉啊掰掉半条嘛。要毋过若准讲可要讲诶，食凉面诶时阵，晓，你迄个动作字嘛是用即字啊，要毋过就是拌啊，伊是拌诶啊。所以我诶理解是，拌应该是你要食诶物件，啊你若讲啥物起厝迄啥物阿门涂沙水，迄是悄咧。当然你要甲伊讲拌诶动作是共款诶，啊毋过我无确定敢会使呢，我毋知影。对我来讲是，我要食凉面，我是会甲伊拌诶。啊若你敲迄个涂沙粉诶时阵，我会甲伊悄咧。我是安尼分啦，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诶想法看法无？所以甲面拌倒是拌咧。我是安尼分，嘿，拌咧。拌咧是甲你可能食啥物麻酱面，像有一寡迄个大面，伊顶悬放一寡酱啊是料是啥嘛？啊，一般拢是想要甲伊嚼嘛。大概伊叫食面，当然咖喱饭有人有两派嘛，一个是爱甲拌甲足嚼的，一个是一喙饭一喙咖喱迄种食法嘛。啊，若面的部分，感觉原来有迄种，伊先甲顶悬的料拢甲嚼完，才去食迄个面，我毋知影，我是袂安尼啦，我是拢会拌啦，因为凉面嘛，啥迄种的迄，也是啥物麻酱，啊像麻面啥，我是甲拌了嚼嘛，就讲爱互每一个面条的外身面身拢有顾着迄个酱料嘛，我是安尼做，所以迄个动作是拌的嘛，啊这是拌的，对我来讲是安尼。我即摆查到店敢若无拌这音诶。我毋知咧，我无确定伊，我看卖迄只是伊敢若有拌面皮，拌咧，歹安尼。红云叉可能嘛是这个动作。毋知，因到底无想要做啊咧，所以可能，对你来讲，对咱来讲，你要甲面用个嚼，若毋是用即字，或者是毋是用即个音，你有法度找到其他搁较歪意无？搁较歪的音无？我毋知影。对我来讲是安尼啦，就敢若迄个啥，迄天有人才讲哦，到底有收咸即个音吗？到底有收咸即个音吗？蒙参课，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好感谢即个 Carol 所讲嘅啦吼。吹台语内底有原的音咧。我猜到啊，吹台语内底有。吹台语有吼，所以我嘛毋知到底伊到底自2000几年开始建立了后，是毋是怎变成因嘅方向，还是因嘅理路，或者是因做代志嘅天数怎限制伫迄搭遐？啊，若有其他，咱感觉敢若应该爱收入去的遐个字音，因就敢若是毋是因现主是的即种作业的方式收袂入去，我毋知影。啊，当然，目前为止是，咱应该嘛看会到、感觉会到，就是因嘛，原来真努力、真拍拼啦。对，迄个因当然包括教育部做头，因甲即个业务拢外包出去。所以我至少以我所知，教典的部分是中教大准文老师因遐咧换嘛。啊，你若考试认证的部分是敢若北师大因伫咧换嘛，因咧处理嘛。啊，当然反正各有其他，可要讲，教典即个系统可能是搁另外公司，还是原来是准文老师因迄搭遐，这我毋知影。目前所听到、所看到的。我知是即两部分啊，因有当阵啊一寡字音，至少对我一个台语人来讲是不了基本的，因煞无收，这我毋知啥物原因嘛呢？好，感谢确定，就是找台语内底找会到。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拿柄咧，敲刷柄铲头，柄扣底下。柄，你柄可不用去翻土，迄个翻字，伊是爱甲本地伫土面下底遐甲伊翻起来嘛，规甲并起来嘛。伊等于是迄个翻土意思是讲，我的理解是可能两个，一个是可比讲迄个啥，种稻啊的中，伊中文讲做啥物？轮耕啊是啥物货？就讲顶一档的稻啊挂完，伊有迄个稻头伫遐，爱甲伊翻起来，爱甲伊切，甲迄个稻头，甲带咧土底互烂，安是翻土，甲下底并起来就对啊。啊，搁一种就是有诶是会直接压迄种绿肥啦、绿肥。即摆我所在绿肥，敢若大部分拢是种迄个叫做啥物大波斯菊哦，我毋知迄个台语是啥。啊，在过去敢若有诶所在是会种迄个啥物油麻菜哦，伊开黄花嘛，油麻菜敢直接读台语我无确定。啊，所以伊种诶时阵，伊就可比讲我知影是迄个啥，台北市迄个干道迄搭遐，因至少10月诶时阵，因为稻啊挂完啊，要下一季诶稻啊，下一档诶稻啊要搁种进前，因就压迄个籽落，敢若一礼拜，伊迄就发出来，哦，就紧诶，啊，看了嘛水水安尼，吼啊，所以因就甲伊当做绿肥就对啊，绿肥嘛，伊就搁甲翻土就甲敲落去，就打土底啊，讲做肥安尼啊，啊，所以变成讲，既然你讲的即个翻还是敲，应该是搁无共款的动作啊。我的理解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安尼玉林有要甲咱读一个无？这篇半半咧，这是跋倒的时阵半半咧。我想请讲。回应头拄仔志源讲的，因为我思考，我大概有法度了解志源伊讲的，就是讲，迄个冰土冰，你讲的是啥？翻土嘿。翻土冰裤底啊，迄个冰吼，应该就是换过来，迄个召唤迄个换冰安那换。对，谁啊换迄个换的另外一个音嘛？嘿，对，对啊，即个是毋是？伊咧讲啊，就是伊讲的迄个，伊讲冰裤底啊啦。对，冰裤底啊。冰裤底啊，因拢是即个冰嘛，就是讲，连到头早迄个冰过来，就是正面甲倒面无共冰，迄个冰嘛，正倒冰，正变倒冰。迄个咱讲的翻土，迄是翻啊，对。翻，甲啥物翻咧？甲以前搁做人话咧翻米酒批无？米酒批翻咧，伊是翻呐，是毋是？我毋知即款是毋是咧讲即个意思？我想着是安尼。有可能就是拄则讲迄个搬的时阵啊，到底的搬嘛有一个讲米酒批安怎嘛？啊，你即摆叫人讲迄个翻，有的人较想影就是用翻即个翻米批还是安怎咧？翻米酒批甲搬米酒批无共款无共款，动作无共。咱咧拍批的时阵，吼，你可能会来搬的，因为伊有一寡营养啥，嘿，对。我讲的翻米酒批是古早人有无？古早人咱是用迄个米仔嘛，一粒米酒批无？对。米仔做的米仔拍米酒批嘛，系啊。拍米批，因为加久咱会变定。定去也是杂煎去安尼，袂蓬松啊。嘿啊。伊则讲米酒皮果嘛，迄种诶。对啊。定安尼，伊就有一个行业，就是讲你会使搁摕等迄个米皮行，伊会甲你规个拆开，搁甲你定。翻了，等下你诶迄米酒就共款安尼，搁看能是毋是安尼？迄是翻米酒皮安尼。你看，我这老岁仔人。无问题，因为这。因为迄物件，阮细汉的时阵，系啊，阮细汉时阵较想啊棉被，就是因为所以到即马，相对来讲，就是有个人伊棉被要架较重的，就讲
迄个棉被，较要讲虽然听着，也是尾啊。公司台语大是啥？就是有一寡即种算古老行业啊嘛，就是棉啊，就去拍棉被，啊，就是讲啊，你咧几斤重嘛，就是讲你的棉照被你是要几斤重的，啊，其实理论上来讲是，若会烧就好啊，管它几斤重。啊，毋过有诶人伊就是可能自细汉诶习惯还是安那，伊就较爱迄个棉被有重量，敢若缀伫身躯，伊较安全感。啊，毋过较即摆较现代，尤其11、12年吧，有足侪即种机能性诶棉被嘛，啥物牛仔丝被，啊，啥物羊毛被，啊，佫有啥物，即摆佫较新诶啥物石墨炭诶，石墨烯诶，啥物碗糕诶，就是伊甲迄个对，就是迄个材料，当然基本材料无啥变，就是讲有可能是棉丝，还是啥物牛仔丝，还是奶酪，还是啥，不管，反正就是伊透过现代科技的方法，互伊啥物中文讲蓄热吼，因为咱一定会，咱的体温37度，还是36度半到37度遐，就是一个会发热的源头嘛。啊，你若现啊，你尤其寒天时啊，你若无穿衫，无盖棉被，吼，可能3、2下就等我寒到死准啊。啊，所以就是讲，透过你人体发热即个自然的现象，啊，迄个科技的物啊，嵌咧你的身躯诶，迄个热就保留伫遐，甚至各位朋友到现主时啊，应该寒天时啊，就算我无穿过，应该嘛听过嘛，毋是啥物发热衣，无就保暖衣嘛。啊，讲迄个发热甲保暖的效果，有诶讲啥物1.5度、1.8度，甚至讲你若去山顶买溜诶，你上好穿迄落会使2.5度，还是2.8、2.9度诶。伊去到山顶买溜，迄高度悬诶时阵，佫会降温，啊，佫啊寒天时啊，佫加迄种诶，甚至你去诶所在是0度诶时阵，吼，你若穿过去迄种棉啊，迄个可能冷诶空气降入去。好，所以有这种现代科技嘛，所以哪来哪这种无共的形式啊？这是咱即摆较新的，伊讲做防寒衣啦。对。防寒衣有分看嘛，伊有若较讲究的伊会甲你讲啊，你要去你的温度是零下10度，还是甚至几度的？几度，啊，伊会适用什么款的标准，什么款的材质。有我知影伊专业的迄款的登山的，还是讲特别的迄运动用品，有安尼，伊的材质甲布料无共款。有到这种程度就对。对，是啊，因拢是应该讲遮啦。伊对迄个翻的棉被衫，迄个翻袍、翻过啊，翻甲冰啊，冰，即乱讲的迄个冰裤。冰蚕头啊，冰裤底啊，衫嘿。冰冰的迄种感觉，是安尼。有可能，大概是这个物件哩。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讲两句，我讲较紧的，因为时间袂够啊。就是皮甲即个叫啥边啊，就是头拄摕头一篇讲即个饲狗仔甲猫啊。阮母也定咧讲啥物狗仔咧耳，我是拄袂清楚，所以讲在着有啥物有倒一位前辈当甲我解说一下。耳就是屁是迄种会拍伫涂骹跋倒才会屁啊！啊，当然伊有延伸的意思，则就先无讲啊嘛。屁是跋倒伫遐嘛，屁伫遐。当然，中文讲趴着，还是啥物？若总共是跋倒是第一个狗吃屎啦，就屁伫涂骹嘛。啊，若耳我所知，尤其狗仔较会耳，就是可能咧祈求、哀求。还是咧甲你塞那伊就耳啊，狗人耳叫啊。我理解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啊，对着迄顶一篇迄个猫时我就讲甲囡仔耍，还是猫啊会淡仔咧喵喵叫安尼啊。好，毋知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即个讲的敢是这？对，应该是安尼啊。
还是？狗啊，因拢就是像咱饲的款宠物来，拢会安尼，会使奶会耳，无就是差不多迄个猫因讲的，就是讲狗啊，还是猫啊会耳啊。啊，搁有我甲恁讲一个，搁甲恁分享一个，就是讲，迄鹅啊，会耳。哦啊，鹅会耳哦，诶，是哩。伊是伊的耳是安尼种的使奶耳，就是像狗啊安尼，因为迄。我是安尼讲鹅啊，甲迄个咧，就是讲伊来当做宠物，有人饲鸡啊，我毋知影啦吼，我知影鸭，嘿，甲鹅啊，有人饲，你知有迄什物前两足流行的做什物鸭，宠物鸭的做什物鸭，可达鸭，什物鸭？你讲 Pokemon 的内底迄咯，可达鸭？迄是 Pokemon，我讲的是迄种诶宠物鸭。种宠物鸭，你家己去 Google， 嘿，就古水安尼。嘿。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吼，阮来这边就饲一只款的鹅啊，伊就去买一只鹅仔囝，单独的开始甲饲，嘿。嘿，啊，伊真正就嘛会甲安尼安尼哦，真的哦。鹅嘛是会共啥来嘿，啊，因为伊敢若饲一只，所以伊就对人安尼。哦。所以因为拄即样讲的耳，我去想到鹅仔嘛有即个声音嘛呢。狗跟猫仔本身伊就会耳啦，伊就会敢若像你头拄仔解说安尼，我感觉就已经真到达，就是讲伊可能要追求啥物，还是要塞奶啦，还是要想要安怎安尼。伊中文是讲要低频低鸣吼，就是嘿啊，低频低鸣安尼啊。啊，鹅仔嘛会哦。诶，我是捌去用鹅仔讨食。迄是以早是饲出来真生啊，迄种的当做真生啊咧饲。嘿啊嘿啊。讲的是来当做宠物咧饲的安尼。嘿，对就对咯，迄种的。所以阮拄仔讲嘛，在过去就是对精生动物、宠物、动物伴，吼啊动物伴过来就变成啊，有个人就甲伊当做厝内人安尼，佮号迄个名是敢若就像人的名，你知道？你向朋友讲的时阵。啥物阮兜的啥，还是伊就直讲一个啥物名，啊，毋捌人讲，迄是恁小弟啊小妹，无啦，阮兜迄只猫是只狗啊。我已经开始有看到有人就是甲因兜迄个宠物是学着号迄个人的名安尼的，你若毋知影，你廖准讲伊在讲因兜的人，毋是伊是因兜的即只猫、即只狗安尼。Carol 毋知啥物想法看法要甲大家分享无？扭去，歹势，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安尼因为时间，我毋知即礼拜有人要考试无啦吼，快啲安心自在啦。即个考试总是就是考试的迄个啥，撇步甲美感啦吼，啊快啲免啥迄种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咧读的即个115年度的朗读。各小组的就暂时先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朋友，来去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猛读猛分享猛交流。好，今日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感谢各位，再会。